其实我们感谢你恩典，让我们在炎热的夏季，能够在主你面前，在这个舒服的环境当中，一起思考生命以及真理，也让我们有能力能够面对外在所有的挑战，是因为我们内在有主的恩典跟生命以及真理在我们当中。愿你的话语成我们的帮助，以及我们属灵的泉源。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各位弟兄姐妹在无论是你信主很久了，或是说刚刚加入教会对这个浪子的故事都很熟悉。不过我们今天一开始读，就是读到从25节开始读。那这段经文其实是在讲后半段是有关这个浪子的哥哥他的回应。那因为内容很丰富，所以牧师今天用长子的角度来思考跟我们信仰有关的议题那等一下经文可以再一起来复习那我们在一般的读圣经的经验当中，对这段经文是最熟悉，是从浪子的角度，因为浪子的故事就是它的差异性太大了。而且在我们的社会的氛围中，浪子回头金不换是很多故事诉说的重点。不过耶稣在讲这一段比喻的时候很特别，虽然让我们印象当中很注重浪子的回头，不过他有一段经文很长，就今天读的从25到32节，讲了这一位长子的反应。那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角度去看浪子的故事好，那通常呢，我们看到那个许多的名画里面，这一张画是最出名的一张，它是出名的画家林布兰的著作。他的绘画因为非常的传神，如果说原图啦，或是你比较解析度比较高的，很多人艺评家都会很认真研究这个父亲的他的脸那个表情啦，他的手啦他的那个浪子的穿的衣服啦，那可能我们不是很焦点的注意到最右边那一位是长子他手抱着腰，好像有一种事不关己又觉得有一点距离的感觉。那很多艺评家会分析这个图非常的出名。它是在1668年画成的目前藏在圣彼得堡的一个博物馆。那我们再细分一下，就看到这一段经文，它主题好像在讲父亲跟这个浪子。那我们怎么样去诠释？也许下一次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因为这个故事太有名了很多作家、画家都把这些图画入他们的著作里面很多这样的图画在表明浪子，大部分主题都在讲浪子大家讲这个浪子。好，那无论如何，这个浪子的比喻是出名没错。不过我们是要从今天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一边注重浪子，但是耶稣特别提到长子，而且故事是一段很完整的故事。那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呢？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讨论思考的。如果我们从圣经的版本不同的版本，它的描述的重点，它的标题也不一样只有2个标题，一个是和合本，它直接讲浪子的比喻。我们一般讲浪子的比喻，其实就是从和合本的圣经所得来的印象那台语的也类似，他是说失落儿子的比喻。好，浪子呢是主角是浪子嘛，但是现代台语是失落儿子，这表示一个父亲失去最疼爱的儿子，那个角度又不一样了。那现代中文译本刚刚读的，它的标题是仁慈父亲，他没有讲浪子所以不同角度有激发我们去思考，它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那牧师希望透过这一系列的主题，跟大家分享这3个
三个不同的面向，一个是今天我们讲属灵长子的重生，第二个方向就是主角浪子的新生，那第三个是我们怎么样从这个经文里面去感受、去领受、去得着重享富家的丰盛。如果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它完整的主题包括这几项。这经文的整个面向，第一个是讲这个父亲，我们都了解，他是在描述天父上帝，然后他的天父上帝所施予对家人的是完全出于一种爱，这个爱的连结是这个故事的主题。那第三个是描述了富家的丰盛，不只给小儿子足够的财产，只是他不会守，他花掉了，他还一半留给长子，而且是富家是充满着丰盛，供应充足的，不愁吃穿的，这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一种丰盛。那第四个，我们也很清楚，父亲对长子跟老二都一视同仁，没有区别，即使他们的表现或是他们的行为都不一样，但是从上帝的角度都一样的爱。所以其实很多人会把这个故事做一个很简单的厘清了哈。第一个当然就是在讲长子是谁啊？长子代表比喻是谁？因为是比喻，就表示没有特别的指涉啦。但是从整个经文的脉络去理解路加福音它是专门对外邦人写的一部福音书，所以很多人就理解说，是不是犹太人就是表示长子在理解犹太人是长子。那流浪的儿子是什么？是谁呢？他是说外邦人也有一种这样的对比啦。不过我们如果从这些经文的脉络，我们从我们台湾的角度思考，其实我们可以思考这两三个角度。属灵长子是谁？这个长子到底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比喻？我们在座有很多弟兄姐妹，你是从小就在长老教会长大的，有些弟兄姐妹加入教会就是长老教会，当然也有不同的教派，感受不一样。不过很多台湾的教会都认为，我们台湾基督讲的就是台湾教会的兄长就是大儿子。那大儿子有好的意思，也有不好的意思。如果从今天的圣经角度，其实是一种挑战是一种对我们的一种很大的一种刺激。那是不是这个？当然个别的认定不一样。那第二种角度应该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已经在教会许久的基督徒，我们说老基督徒也好，或是2、3代、3、4代，长老教会已经155年了。如果不是很精确的计算，至少有7代到8代的这个传承，就是从第一代基督徒1865年那个时候信主的第一代信徒，到现在可能已经第8代了。那这些老基督徒怎么样去领受？到底是不是也是有长子的那种感觉不一样？不过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理解，无论你是信主很久的，或是去年才刚受洗的，或是今年才刚受洗的，请记住，基督教徒不是基督徒。那这句话好像听起来非常逆耳其实他在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信一个教挂一个名称，或是挂一个十字架，代表你就是基督徒，是因为你要有它的内涵，要有基督徒从圣经里面活出你的生命，见证耶稣基督，而不是挂名说我是基督教徒，那就差距很大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觉得长子的他的描述，这个哥哥的一些表现，很让我们很多可以做检讨，或是激励，或是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先讲到说，从这段经文里面长子他的表现这个属灵长子的心灵有什么包袱啦？我们如果从刚刚读的经文这是长子的反应，25到28，对不起，写错了，25到28节是这样描述。我们先从原来的经文来讲他这样说，对不起，这样说，
他却对父亲说：“你看，这些年来，我像奴隶一样为你工作，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给我过什么样呢？连一头小山羊都没有，跟我们朋友热闹一番都没有。”哇，感觉这个大哥对爸爸的反应是这样子。那我们再回到刚刚的经文啊，就是刚刚的这个描述。这25到28节这段经文里面是描述说，这个大儿子呢，他在农场工作。农场比较现代的名词啦，在旧的圣经里面翻译是在田里工作。那表示这个长子呢，很照规矩来很辛勤的工作。你知道做农不是很简单的事啦。那在中东那个地方做农，要么就是种这一些葡萄，或是种橄榄或是种一些麦子，这些都是很辛勤的工作。那看起来他是很尽职责的，在农场努力工作。但是当他回家离家不远的时候，听见有音乐跟跳舞的声音，就让他感觉非常的奇怪了。因为他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在家里面有那么热闹。我们可以去理解自从他的弟弟离开家，爸爸整天在门口张望着，期待着儿子的回家。你可以去理解一个家庭突然间失去了一个角了，这个家庭失去了一个应该有的那个快乐跟热闹，因为另外一个儿子离开了。所以这个长子一定是觉得说，好像平常他们家可能都是地气压平常气氛没有那种很欢笑，因为老爸天天脸部都非常的忧愁，或是说充满着盼望，期待儿子回来。所以难怪他觉得好突兀因为平常没有这种欢乐的气氛。所以叫仆人来一问，那不得了了，原来庆祝的事情跟他无关，是因为他的那个不成才的弟弟回来，而且不是成功回来，而是在外面一文不名了才回来。所以心中的怒气就自然产生了。他圣经特别讲说，非常生气，不是闷闷不乐而已是非常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他爸爸特别邀他说进来庆祝吧，他还说怎么样？他说不回去，他不想进去。好了，这是刚刚开始的一段经文的反应了那这个林布兰的这部著作就是有写到，又画这个部分，但这个图是他把那个所有的场景都集中在一起。到底这个儿子有没有进去？如果从这个图里面就在旁边嘛但其实在描述这个儿子好像脸色非常不好看，还抱着胸抱着肚子，那看着他爸爸在抚摸或者在拥抱这个弟弟。那这不论怎样，我们看这个故事是哥哥好像局外人一样，感觉他爸爸的所作所为他根本不能理解。好了，那刚刚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说，他开始怪他父亲，他父亲要邀他进来，他这样子回给他。他讲的让我们发现说，哎呀，怎么落差那么大？这个儿子照理讲是好儿子这个儿子是爸爸最大的支柱没想到一怒气一发，竟然说我这些年来像奴隶一样为你工作。糟糕，他不讲说你是我最亲爱的爸爸，我跟你一起打拼，没有，他说我是像奴隶一样为你工作，而且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是言听计从的，没有逾越你。这两句话其实在对照这位浪子他的弟弟，而且他心中充满了一种苦毒跟哀怨，就是说你给过我什么呢？连一头小山羊都没有让我跟朋友热闹一番。但是你这个儿子，他讲的更彻底，他说把财产都花在娼妓身上，等于那些钱都白花了，而且是伤害了自己。但是这个弟弟回来，你竟然为他宰了小肥羊，小肥牛。这个小肥牛可能
这个哥哥不知道亲自养过啦，看到哇那么肥滋滋的，一定很好吃，竟然不是为了我庆祝，而是为了这个糟糕的弟弟庆祝，那谁受得了？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自己内心去思考说，人性上大概很多人都赞成这个哥哥的反应，对不对？因为人的伦理就是这样子啊。为什么这个弟弟一文不值？为什么还爸爸为他庆祝？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起点呢。从人的角度啊，其实就像在社会很多人犯错的，哇，那个网络的霸凌就来了，哦，他其实没有错到那么严重啊，但是网络的责备就更严重。很多人不是因为做错事而自己难过，是因为网络给他的攻击了。那我们发现说，人的想法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做一点整理，就是说，大儿子他的心结是什么？从29到30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他认为他自己像奴隶一般工作，也没有违背什么命令，照规矩啊，照田里工作，但是父亲都没有给他什么。这个差距很大哦。那是弟弟呢，挥霍家产归来，老爸竟然为他宰牛设宴庆祝。所以我刚刚提起说，也许一般人都能理解哥哥的反应啊，因为这个是正常人性的反应，没有什么奇怪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苛责这个哥哥啦。但是问题来了，这个哥哥这样的心态到底是健康吗？他会得到更多的快乐吗？这个才是信仰的一个整全的重点呐。好了，弟弟你不好是你家的事，我好就好。那这个社会、这个群体、这个生命、这个人际关系、这个家庭，还能找到新的力量吗？那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看父亲怎么对他说。父亲对他说：“孩子啊，你常跟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跟儿子的讲法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我常跟你在一起，而且我所有都是你的。但是哥哥没有这么想，他有讲说：“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我们为他庆祝是应该的。”爸爸的观念是一个家庭的完美，一个完整。即使是一个非常不得体的一个儿子离开回来，他还是仍然是觉得是最宝贵的，因为本来有的就已经有了，但是失去得来是更宝贵。那主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主题哦，比如说失钱的比喻，对不对？为什么一个妇人她丢了一个银钱，她一直把整个房子都找翻了，为了找他。那失羊的比喻也一样，明明99只还很多，为什么还要找那一只可能高拐或是乱跑啊，逃到外面去的？他要撇下99只去找那一只。那这个就是福音的价值在这里，那也是父亲为什么要为儿子来庆祝的原因呢？那我们回到长子的角度，这个属灵长子有什么心灵的包袱呢？我们就会这样说：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大哥没有什么好苛责的；但是如果从生命丰盛的角度，那差很大。第一个，他活在丰盛，却没有领受到。父亲说：“我常常跟你在一起，我所有都是你的。”但是哥哥说：“我像奴隶一样为你工作，你从没有给我一顿好吃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差距那么大，那表示哥哥他一直活在那一种贫瘠、批判、违逆的角度。所以，如果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个长子的心灵他没有领受到丰盛，他没有领取到这个美好。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体验到圣灵天父的同在。感觉上住在这个家，爸爸天天跟他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像奴隶一样。你看差距多大？所以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没错，这个浪子真的是值得挨骂，值得责备。但其实呢，这个长子呢，某一个程度是乖乖在家里面的浪子，可以这么说。
就是活在家里面，但是心中却是流浪的，因为他跟对父亲没有什么样的皈依的一种心意的。所以呢，长子的心灵呢是处于安稳的父家，却没有感恩的心，感受不出来。那换句话说，从长子的角度，我们如果比较从信仰去看，他自己拥有全部，却没有为父之心，没有爸爸那种怜悯之心，所以他没有怜悯跟分享的角度，所以当然认为这个儿子再回来，我的家产不是要被他分去了吗？那等于他占了2/3变成1/3啊。所以那种私心的角度让他没有快乐，那个对弟弟的那个怨恨、鄙视，让他不像爸爸一样欢乐庆祝，而是生气，非常生气，而且不愿意进去。所以我们可以从大儿子的鄙视、嫉妒弟弟，他封闭不对外，只求安稳，就是人某一种程度有长子的这种心态。有一个故事在讲到救生俱乐部的故事，也许大家很多时候都听过，我只是简单的描述。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心态？他描述说，在一个常常有海难的一个海岸边呢，因为那当地的渔夫呢，看到这些人遇到海难就下去抢救，哇，真的千辛万苦，甚至有生命的危险啊！因为救了很多人，所以被政府感觉非常的感恩呐，好，说谢谢他们，而且很多人就捐钱说啊，你们在那边来这个救难哈，有一个房子可以遮风避雨是很好，所以捐钱给他们盖了一间房子啊，因为他们救难的成绩很好，说很多人都捐钱给他们，说他们那个救难的俱乐部就越盖越漂亮，越盖越好。但是久而久之呢，在里面的人呢，他们只享受我们救人的一种快乐，到后来呢，只在里面喝酒聊天喝茶啊，大家彼此在争夺谁是最好的啊，谁救了最多人，谁要当那个领袖，就忘了再去救那个海难的人啊。那很多人就觉得很难过，觉得说你这个已经失去你原来的那个宗旨了，好，就自己出去了，出去到外面，在附近再找一个地方，用那个茅草盖一盖，准备要执行救难的工作。那变成原来的这救难俱乐部，后来就形成一个自我在享受，而不是去救人了。那长子的心态也类似，就是说在这个恩典里面慢慢失去了，不再去救生命，而是自己在做享受。那有一点类似啊，没有感受到这种恩典。这样的故事呢，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其实呢，他讲这个救生俱乐部的故事，是在讲一间教会的心态。一旦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只顾自己内部的享受舒适啊，谁要当领袖，谁要当领导，而不是出去外面去传福音，去救更多的灵魂，那你就是成为一个俱乐部，不是再是一个救生的一个站了。那我们也可以从耶稣跟学生的角度来看长子的心态哈。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跟门徒的那个互动，我们知道加利利海虽然是一个内海，是一个湖，但是常常有那个季节风会来，所以在船上也很摇荡，很危险。所以呢，长子有点类似在船上的门徒了。我们先看那段故事哈，那段故事就是马太福音8章23到27节，说耶稣上了船，他的门徒跟着他去，忽然一阵暴风袭击湖面，浪涛掩盖了船，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到他跟前喊醒他说：“主啊，救救我们，我们快没命了。”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你们信心太小了。”于是他起来，斥着风和风浪就平静了。大家非常惊奇，彼此说：“这个人究竟是谁呢？连风和浪都听从他。”这故事是我们常看到的，但是我们要理解说，为什么门徒会在耶稣面前
喊说：“救救我们，我们快没命了。”另外还有一段经文，就是我们也常看到的，就是耶稣走水面的故事哈。6章是这个没有写正确哈，对不起，是23节。他说他看见门徒摇船非常辛苦，因为船逆着风走。快亮的时候，耶稣在湖上朝着他们走过来，想要从他们旁边走过去。好，我们从这段经文去理解什么样呢？就像门徒跟耶稣的关系哈，因为好像长子一样，这个大儿子一样，他们只靠自己，却不依靠大能的耶稣。耶稣在他们船上，但是他就用自己的技术，用自己开船的经验，但是风大快要淹没了，他才想到主耶稣。就像长子一样，在父亲的恩典当中，却常常觉得很缺乏，感觉自己是奴隶，那差距那么大。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理解呢？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常常在苛责或是对神抱怨呢？第二个是自己被风吹摇，情境甚苦。你是不是活在一个信仰当中，但是天天所遇到的、碰到的、想到的，常常是自己很愁苦，没有得着附加恩典跟喜乐呢？你信了主耶稣，虽然来教会，但是感觉上没有快乐呢？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好好的思考省思，因为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只是你自己的体会。第三个是在上帝的大爱中却不知道，没有感受，也不付出。我们可以换句话说，这个长子呢，在父的家里面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了，因为他不知道原来他是那么的美好，但是还在见怪父亲。那台语的有比较不同的描述，他说进庙欺神呐，进庙欺神，就是很多在庙里出入久的，他对神根本不敬意啦，好像只是从那边得到利益。最近我们看到王崇尧院长就是神学院院长，他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还讲说前不久因为疫情的关系才重新恢复的妈祖，有没有？妈祖绕境，对不对？为什么台湾的妈祖会那么的兴盛呢？因为很多人想从这个母性的角度，好像一个妈妈的角度，爱儿子的角度，去感受到好像这个神在照顾这个子民。但是其实一些平民百姓可能真的有这样的期待啦，但是那些在运作这个绕境的人其实不一定真的是这样子。他因为想要从那边得到权利，也许想从那边得到利益，但是是不是真的那么尊敬妈祖就不一定了。因为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去从这个大的一个群体运动当中得到自己的利益。那基督徒是不是也这样子呢？我们在神的里面没有感受到神的恩典，只是在享受其中的拥有。我们又另外一句台语说“假卡中”是什么意思呢？好像是大锅饭好像我有的吃都不付出了，只是在享受里面的这个成果。那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要来做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看见属灵长子的重生？从经文里面，他没有讲结论。父亲讲完话，是不是大儿子说对了，我为什么那么样的见怪父亲，竟然没有感受到父亲这样的爱？那我们必须要从属灵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记得2个礼拜前，牧师曾经分享了一个信仰的根基，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因为犯罪所受的3个绝望。人的罪是因为这个原始的亚当夏娃他们所犯的罪所带来的一个整体人类的困境。他说，第一个是罪与死亡的绝望，第二个是贫穷跟咒诅的绝望，第三个是身体疾病跟衰退的绝望。好，那感恩是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用宝血赎回新的身份，带来3个祝福。因为我们是得胜的子民，是被神主耶稣的宝血所救赎的，所以我们有罪得救赎跟饶恕的祝福，我们有诅咒得释放之祝福，我们有得医治跟复活之祝福。
因为上帝是恩慈美善的神，他创造亚当夏娃，让人类享受了丰盛。但是虽然人堕落犯罪，但是上帝却没有完全收回他的丰盛，因为他差了独生子来到世界，主耶稣来赎回我们。换句话说，长子的心态，他已经领受那个福气恩典，有领受那个丰盛，但心中却没有感受到。那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一起去思考的。如果你是一个老基督徒，你是不是已经陷落到这个长子心灵的包袱了，没有领受神特别的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期待透过这3段经文给大家一个思考，确认新的身份而得来新的祝福。第一个，你是在父的家里面，你是在如同父亲所说的，我所有的都是你的。那我们要像诗篇一篇的第1节到3节说，像移植在溪水边的果树，常常结果子。他说，不听从恶人的计谋，不跟随罪人的脚步，不与辱骂之上帝之徒同伙，不这样的人才算真正有福。第1节到第2节有一个不了，3个不：不听、不跟随、不参与。换句话说，你跟这些恶隔绝，但是你要领受上帝真正的福气。他说，他只爱慕上主的律法，日夜默诵不倦。因为渴慕上帝的话，天天日夜都这样的这样阅读，是因为他不参与这些恶事。这样的人呢，是得到新身份的人。他是像移植在溪水边的果树，按季节结果子，叶子不凋零，他所做的事样样顺利。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希望你像这样的长子才是真正的长子？就大儿子是这样的儿子才对啊，是栽在溪水边的果树，因为是住在父家里面的丰盛啊，你要领受这样的福气，样样顺利才对啊。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态度。第二个，申命记所说的，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28章的2节跟6节，因为比较长，我把它切成2跟62个重点。第一个，你们听从上主，你们上帝就会得到这一切福泽。上主要使你们出入平安，事事蒙福。领受神的话语，遵从神的话语，也感受到恩典的这种人，他会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第3个，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去确认你的角色，你是被主耶稣赎回的新身份，你是被神所恩典的长子。所以呢，你因为主耶稣的恩典，你的贫穷成为富足，这样才是我们基督徒整个灵命更新的一个重点。如果没有的话，你来礼拜堂做礼拜，你来参加小组聚会，你来参加各样的服事，但是一直在苦读的当中，一直在没有感受到神的恩典，你久了就会枯竭了，因为你没有能力了，你没有那种动力再继续了。感谢主，哥林多后书8章9节这样告诉我们，这样应许，他说，你们已经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了你们的缘故使自己成为贫穷，目的是要使你们因为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所以耶稣愿意舍，耶稣流出宝血，献上他的生命，才让我们得到。其实这个社会，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许多人愿意付出，才会成就这样的丰盛。大家都一直抢着要，我自己要，你的手握住了，只是你手心的部分，你手张开了，所有的都是大家的。那种分享的感觉，就是从主耶稣的分享开始，因为他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最后，牧师要跟大家做一个省思，一个思考。也许不是每一个情境都跟我们有关，但是我们一起思考这样的主题。第一个，我们长老教会是属灵的长子吗？我们到底有没有按照圣经神的话语？长子是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而不是一直在神面前说我缺这个，我缺那个，我没有感受到恩典，没有享受到那种庆祝。那长老教会已经155年，我们教会有2000多间，我们教会很多的产业，我们有很多的机构，像马偕医院呐，像彰化基督教医院，这是全台湾数1数2的。
这些恩典都是从神历代我们的长辈一步一步留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也发现最近这从2000年以来，很多教会都在衰退，我们的青年人在流失，我们的儿童少子化，主日学有的要关掉了。我们台南中会大概有80间教会，教会在聚会50人以下的教会很多，甚至有的教会是个位数，有的甚至在考虑说要不要关掉，因为门可罗雀，没有人了。老的老，移民的移走了。我们是不是在上帝的丰盛恩典中，我们渐渐失去了那个原有的一个能量？那就是我们长老教会要检讨的事情。然后我们个别自己，是不是也陷入了担负属灵长子的包袱跟贫穷？因为你在教会里面服侍那么多，参与那么多，但是一直感觉好像就是义务的工作，好像奴隶在为主人工作，而不是领受到上帝主人的都是我的，爸爸的都是我的那种丰盛，你是不是失去了？我们基督徒很怕，就是说你很认真在服侍啊，唱圣歌队啦，参加敬拜赞美啦，参加各样的服侍啦，各样的团队啦，参加主日学啦，但你做了那么多，还是感觉不喜乐，好像觉得这个是义务的，那你没有感受从神来给你的恩典跟祝福，那是最大的可惜啊！因为其实是你最主要的长子的恩典。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思考，从神得来一个新的身份，得到新的祝福？愿大家都能够超越长子的一个缺陷，而是领受天父所说的：“我所有的都是你的，我天天跟你在一起。”这样最大的福分，你要常常去思考。